球場、網球場或者最近好興嘅匹克球場，個地台油係點做嘅呢？今日我哋Heartland地台工程團隊為大家解構一下丙烯酸系統嘅做法。地台油最緊要係個基底，視乎情況我哋可能會做咗車模啦、當地台或者自流平等等嘅。平整嘅地台之後呢，首先我哋會做咗底油先嘅，底油會滲透一個基底，令到之後嘅層數更加咬合。跟住就係大家好關心打得波多會唔會膝關節受損嘅問題啦。咁我哋會加上2層嘅彈性層，首先一層粗彈粒嘅彈性層，全場鋪平。鋪平之後咧，粗彈粒中間咧會微細孔嘅，咁我哋就會再鋪多一層幼彈粒，咁就全場一個好緊密嘅彈性層。咁喺彈性層上邊咧就會一層混合材料一層，分別會有石英砂啦、水泥，仲會有啲混合嘅膠水、乳液等等，可以令到個地台更加加固，使用年期更加長。跟住落嚟就係面油層啦，分別有2層。第一層咧就會係丙烯酸混合石英砂，呢種混合咗石英砂嘅面油咧，就係 ITF 認證裏邊符合調速層嘅標準嚟嘅。第2層咧就係刮加滾塗嘅丙烯酸油漆嚟。咁呢度我哋會做可能係1層或者以上嘅，視乎你顏色深淺。好似今日我哋呢個場地咁啦，有黃色同埋深少少嘅啡色。黃色嘅層數咧，我哋要做咗4至5層以上嘅。啱啱講嘅成套施工做法咧，好適合匹克球場或者專業嘅網球場，甚至乎其他球類運動嘅。